小连续2个风台带来大雨，台东县的溪水涨灌窜流，避南溪的灌溉用水进水口强歹去。经过12天的抢修，陆续恢复供水。不过，伫关山地区，也是有300多公顷的农民无水通好用。互农民是真烦恼，讲扫落来会影响到万冬稻仔的产量甲品质。农水署台东管理处表示，初到下晡应该会当全面恢复供水。经过12天的抢修，农产水利署台东管理处伫碧南溪沿线灌溉水圳出水口开始供水，尤其伫中国的关山大圳开始供水了，农民就赶紧补田。不过，伫咧水圳水尾流的田区，大概300多公顷的田也是无水，农民正着急，因为农历的立秋已经过啊，想法补田，稻仔成长期会拄到冬天寒流，成长无好会影响产量甲品质。水尾的部分，包括像关山本镇，然后到最远月眉段，甚至瑞园段，几乎就无水可用的情况之下，已经10几天了，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不过，即马日来灌溉水还阁真侪脱沙，农民担心水质无好。农水署讲会加强排沙，估计初到下昼关山顶灌溉用水会当全部恢复。所以我们会慢慢的也陆续在排沙，那要避免那个沙石进了我们的干线。那当然应该是在今天应该在关山的第17线，就是最后一条支线，应该可以进水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气象局继续发布豪雨特报，台东县各大溪流即马水也是正窜流正落。农水署台东管理处讲，无排除还会发生灌溉进水口塌掉的情形，已经派机具待命，随时抢修。不过农民上担心的是，即马田补好了，若果拄到无水通灌溉，日期稻作的收成会受到正大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